现在啊？对。在什么地方？老地方。好。顾西城，我一个朋友想约我见个面，我去一下可以吧？那怎么行啊？上班时间怎么能乱跑啊？这个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，说有点事儿想讓我給他幫個忙，好不好？讓我去吧。去吧，早點回來啊。好的。傅先生，坐吧。这么匆忙把你找过来，喝点水吧。謝謝啊，今天外面特別熱，渴壞了。傅先生，您今天找我過來是有什麼事兒嗎？為了上一次對你的態度，我給你道歉。沒關係的，傅先生，你是一個好人，跟南宮琉璃不一樣，這件事兒跟你沒關係。我是好人，何小姐，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。你要記住這句話。別人怎麼樣我不太清楚，但你一定是個好人。你那麼善良，一定不會傷害別人的。南宮琉璃能夠遇見你是他的幸運，但是他沒有珍惜，他一定會後悔的。露露，少爷，少夫人回來了嗎？少夫人還沒有回來。還沒回來？一出去玩就不着家了。晚飯好了嗎？啊，飯馬上就做好了，都是少爺愛吃的。好，那我們準備。